东方美人茶喺新竹有很多碰风茶，峨眉北埔係主要嘅產地。將有兩隻小鄉鎮，東方美人茶一年嘅產出都有1億元安多哦。當年有兩隻鄉嘅農會為連輪辦優良茶比賽，得到鐵等獎嘅東方美人茶，咪引來顯貴，今年已經愛50萬元高價哦。一般人如果感覺講食材貴到食唔起，呢度上韓國多人客都有菜地後生嘅改變茶嘅形式，而能用東方美人茶流水面。美人茶5支醬、茶酒也按多嘅料理同茶點，想要帶出無窮樣嘅體驗，請出新嘅市場。新竹縣106年度東方美人茶比賽榮獲特等獎。經過打頂選出得獎嘅蓬風茶，茶農送推兩獎小道歡喜。蓬風茶係新竹人從入鐵山，尤其集中地峨眉老北部。峨眉北部總積嘅面積差唔多100公頃，計100產量係差唔多10萬公斤，一年嘅產值差唔多1億元，所以可以講非常高單位嘅、高有價值嘅一地方嘅農產品。農村站產出來，大埔潮汕網嘅宜蘭高本地潮汕做出來嘅茶，就為有特別嘅味香到高香。大部分要用強性胎棒來做嘅茶，差唔多嘅下茶嘅時節，差唔多芒種到夏至嘅時節做嘅茶較好，嘅味道嘅風味較好安樣。不過茶難摘，供應難搶，天然產量變少，造成價值也加當貴。摘毛茶，真正摘毛茶呀，人工啊，採的量不多，供不應求。民國79年出世嘅涂燕石係峨眉嘅後生茶農，從細也屋下就係做茶嘅，不過都係各本人賣。退伍後，佢決定為盡類自家創立品牌，行自家嘅路。家私來講，真正外面炒作比較好一點啊，就想說能夠那個消費者買一年做的老茶，做茶人買茶。亞種家私就做得比較平價，等級比較好，價位會比較合理化。後生人看到呢一個嘢嘅會做得決定落心來做，甚過就當到限制行為客戶，天時讓用茶廠嘅人頭變少，做茶嘅功夫安全，還有人工安貴呢度，都需知道做茶嘅本錢見來見處，唔是講也發展到茶味嘅價值好。得獎嘅鐵等茶價是年時年貴，民國18年至今16萬元，去年至今賣到48萬元，今年還拿超過50萬元。鄉所也好，安尼農會也好，也希望講安農民啊，大天每人提高嚇，去挑過，我講不太間嘅時期安尼東方美人茶。一般冇得獎嘅，有咩強當好啉，獎愛品種啉咪是冇得獎嘅，嘅東方美人茶，就做得非常好啊。網絡的行銷方面，或者是辦一些體驗式的活動，像我們今年辦的東方美人茶節，也是希望說比較後生人來亞邊是碰碰茶。好，我們請喝茶。一開始要先聞香，然後呢喝一口，然後含在嘴裡，然後呢再含久了，然後再吞下去。然後呢喝完了要用手這樣轉一下，然後呢那個香味就會跑出來。剛剛老師講解得非常的詳細，而且有介紹那個茶的香味有分哪幾種啊，然後茶的葉子大小的分別啊，這個感覺不錯。就茶師來說明，還個了解蓬風茶，公安人也入口意，研發出調味係茶香嘅茶壺。東方美人它特有的茶香，能不能透過茶壺的加持，讓那個民眾喝起來可以有更香、更留香的這種感覺，所以我們在壺裡面呢加上了我們的一些奈米的技術，讓它的有留香程度可以增加1倍。它以前在泡的時候，它就是一定要在85度C的溫度下去泡，才比較能夠呈現那個蜜香味。但是我們的就是我剛剛有喝了，大概它那個吸附性材料改質的那個陶壺泡出來的話，你其實在杯蓋的時候就可以聞到那個很濃郁的蜜香味，它是有保存在那個整個壺身裡面的。
大棚饮茶係容易加點解，澎湖茶係做清煙จาก裡面出水嘅鐵板元素，用冇用嘅方式來表現澎湖茶。分子料理是講，那就改變了物質原本嘅形態，譬如講茶是係液態，但是那就使用海藻膠、造氯化钙，用化學的方式讓茶變到魚子醬嘅方式。去呈现，它做成就是鱼子酱的那种造型，然后就是吃起来就软 Q 的，就是蛮不一样，有点像果冻的口感。然后就是它的茶的味道，就是用不同的方式融在那个一颗一颗小小的，就是圆圆的类似鱼子酱的东西里面，就蛮特别的这样子。还有了解落嚟澎湖茶，普通调出了改酒，做出了改翁普茶酒烧牛亚东贴片。平常喝茶就是很基础的喝茶。但是如果把它做成料理的话，就可以有多方面的应用，然后也会比较吸引年轻人的口味。就像刚刚看到，就觉得蛮稀奇的，然后就会想要尝試看看。呢個派到當初，大家適合為地選紅棚嘅行流零下裏嘅流水面，主攻對半鋪日街夾日街，出牆係水路肉歌面出天零飲茶流零下裏。有這樣吃過嗎？沒有第一次，而且我們排超久，排了1個小時。小朋友有沒有吃到面？好不好吃？就是比較清爽清淡的味道，然後應該大人小孩都還蠻適合這樣。技術好像不太好，撈很久才撈到一些很有趣的活動。對，因為好像聽過日本才有這樣的活動，台灣很少見。我有看過，唔是試過安尼，先落個哦。嘅撈面有冇嘅技巧冇？撈面呢塊啊，煮成個面啊，煮個嘢個大行面嗰個水煮啲塊面湯，煮唔開盆水見流人食。那流水面是日本流行嘅一種遊戲的方式啊。那夏天他們就是很消暑，在日本那邊。對，那我們這一次東方美人茶節，就希望透過用這種方式結合異國文化，但是裡面的那個水呢，我們是用東方美人茶來走。明雕嘅女排法圖，想冇用容嘅影下。東方美人茶是屬於比較高單價改茶種啦，通常是比較有錢的人會去喝東方美人茶，但是那是比賽的獎嘛，但是比較普通的沒有得獎的這些，就可能大家的知名度比較不夠，不是只有喝，還有不同的應用嘅方式，也讓不同年齡層、不同客群認識到那個東西。茶味唔係貴就好，也唔係茶就得用點解，除咗用冇用嘅體驗，而喺那當然就機會嚟接觸到澎湖茶，開發出世界市場。